嘛是咧嘉义，这是嘉义县水上分局昨昏发生一件夺关逃走的事件。警方甲手铐开开，要互这个嫌犯食饭，想袂到伊趁机会转选去，佮走入去一间人家厝偷摕物件，驶走一只面猪。警方目前当在抓人。这个凶凶出现伫监视器内底，穿黄衫姓詹的通缉犯，伊秘伫电火条附近，袂输咧甲警察咧秘相找。原来是13的时阵，伊去互警察抓去派出所。那像因为牵连毒品的案件，伫做笔录的时阵，嫌犯竟然趁浪旁逃走。曾姓犯嫌趁员警提供中餐便当、解下手铐之际，趁机乘隙逃跑。员警发现后立即追捕。这个嫌犯为警察队的后壁门逃走了后，是进无步退无路，为着要避警察，怎走入去附近的人家厝内底，还佫偷摕金仔甲钱。迄当阵厝内是还有人伫哩。是惊一个拢唔敢出声。我是人躲在他后面，我不敢出声音，我怕我会被吓死，我就躲在角落，我不敢让他看到我。我看到他出来，我才追出来的时候，我想要抓住他，他就赶快往那边跑了。嫌犯甲人家厝的车头砍去了后逃走。尾手警方伫中部乡甲公馆交界所在找到这架车，不过嫌犯已经走到无看人，警方嘛随展开搜查。本案介入员警将依规定议处。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，并依刑法输送人犯罪嫌送办。车受损断，钱去用偷摕，住伫这间人家厝的人是真无奈，嘛烦恼的无地讨赔偿。水上分局除了召开检讨会议，加强要求警察都要落实3案的原则，相关的人员嘛按规定来追究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